大家好，我係靚姐。澳門有特色嘅酒店咧就好多，但係呢一間酒店竟然有露天風呂，咁過癮，一齊睇下個咩料先。澳門少有嘅露天風呂套房，確實闊落，純白色調俾人鬆弛舒適嘅感覺。陽光穿過窗台，影相打卡自帶朦朧感。行出陽台就係露天風呂，最啱一家人浸下溫泉傾下偈，順便欣賞靚爆鏡嘅南灣湖景，放鬆心情。無邊泳池都好值得打卡。最近仲可以睇到運動員練習爬龍舟添。自助餐廳一邊欣賞無敵景色，一邊嘆早餐，心曠神怡。中餐廳充滿傳統喜慶氣氛，氣派十足，主打各種手作傳統同埋新派點心。中意飲茶嘅唔好錯過啊！樓下有配套嘅商場，商業同埋藝術 crossover， 周圍都可以睇到藝術擺設同裝置。衫褲鞋襪化妝品超市應有盡有。行攰咗，不如食個泰意刺激下味蕾，係咪好有親切感呢？呢度仲係全開放式廚房，煮嘢步驟一目了然，絕對食得放心。或者嚟新開嘅 Nova 咖啡，主打低熱量，啱晒現代人。嘆杯啡，食個熱辣辣嘅貝果，充夠電繼續買。有靚景又便利嘅酒店，下次嚟再 encore。